这摆凯米风台造成台南真济区域做大水受灾，伫大水提起以后，如何面对后一场大水？嘛，互徛伫第一线的议员伫专案报告，纷纷将当时饮水的场景重现，希望找出问题。其中议员郭凤仪就要求抽水机一定要有无断电系统，因应可能的排水风险。议员陈坤和甚至建议政府奖励容易饮水的所在设计高脚屋。入来的饮水啊，饮水，你像入来所有电器拢泡汤嘛。哦，所以这入去的时阵，若50公分，放啊25公分就拢泡汤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用奖励的方式？哦，然后呢，设计方式一个好的高脚屋的设计。伊可能平常时会开一个一个边一个一个地下室会当这阴凉的所在，用这样的方式呢，伫我们易淹水区，尤其是地层下陷区，啊救灾的时候，按你们去按你好啊去山区去别个所在救灾，不要花费人力在这个地方。在三爷溪的这一些抽水机，大部分都已经改成沉水式抽水机，它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来源就是电。万一雷击之后，这些没有电源而断电的话，那内水怎么排出去？这个是未来可能我们要去三思的，要去处理的后续的事情。这来去哦，无电了吼，我来讲，赶快三秒 K 安那整理甲偌好势，来水排不出去，赶快个叫音嘛吼。所以我们要有未雨绸缪，要超前部署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去做不断电的系统，一定要做。而且我们要逐年去编列预算，把这一些不断电系统赶快布置好了之后，未来才不会造成有这样的风险。为一摆风台停班停课的宣布，对地方政府总是一段考验。这摆嘛，因为有宣布上班上课以后，个紧急转弯的政策，毛议员王家珍认为前后无同，造成市民困扰。对此，副市长再次强调，一定是依照专业气象研判甲地方的损害来考量。他原本停止上班上课本来就是有一个标准，但是中央也让地方上依照自己的状况有一个全变的一个措施。那大家都希望说早一点发布，所以有时候当时候给的资讯跟后来的资讯，譬如说这次巴掌溪跟这个集水溪有一些议题溃堤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部分是后续的部分，反而是在26号、27号，其实还是很严重。所以在宣布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政策上发现到说，需要停止上班上课，赶快更改的问题。面对如何避免洪灾，有议员嘛检讨推动社区自主洪灾成效，希望唤起大家后续组织起来，形成合作的网络来保护家园嘛相当要紧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根采访报道。200年1亿。